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你哋嘅體重管理教練 Sally。想知多啲減重嘅妙法，快啲訂閱同分享我嘅 channel 啦。今集就同大家分享大基數減肥關鍵。想減肥但體重基數大，我講嘅係10 kg 以上嘅基數。跟住呢幾招輕鬆瘦落嚟，冇難度。一、減肥首要條件係飲食控制，戒高糖高油，多啲食菜同埋蛋白質，每餐食7分飽就得啦。記住唔好餓親自己，但要識得揀食咩。二、飲多啲水，每日至少飲2 litre水以上，尤其係餐前飲1杯，可以減少食慾，幫助消化。如果想了解自己一日裏邊飲幾多水為之夠，可以 PM 我話你知。三、運動要循序漸進，一開始唔好太急，可以從快行、游水開始，每星期做3至5次，每次30分鐘，慢慢加量，唔好逼到自己太辛苦啊。四、如果已經習慣運動，就可以加入力量訓練，做下深蹲，舉下啞鈴，增加肌肉量，提升基礎代謝，幫你燃燒更多脂肪。五、要瞓得夠，每日瞓7至8個鐘，睡眠足夠都係一個減重嘅關鍵。瞓得唔夠會影響新陳代謝，減肥效果大打折扣㗎。記住，減肥係一場馬拉松，唔係短跑，堅持落去先至見到成果。今集講住咁多先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